啲嘅朋友咧，其實向海邊嘅出口咧係最人少嘅，行街當然最塞嘅。咁大家向銅鑼灣嗰邊走得啦嚇。悠悠長長繼續前行。好嘅，大家。多謝。認認認係香港人好嘢。多謝。希望大家。浮浮沉沉昨日人群雖不算一話，不想清楚分析太多真心亦而假，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着吧，無論遇怎麼打，只有微笑會開花，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着吧，來自你我的心，記着吧。仍是會開花，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着吧，來自你我的心，記着吧。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着吧，無論雨怎麼打，自由仍是會開花。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着吧，來自你我的心，記着吧。20年之後，直到今日，香港依然係唯一一笪喺中國嘅領土上面可以公開嘅、自由嘅悼念六四死難同胞嘅地方。天安門廣場被人潮鋪滿過，被鮮血染滿過，到而家都依然唔能夠放上鮮花一束去祭祀為咗中國嘅自由民主而犧牲嘅同胞。一班六四舞台嘅朋友製作咗一套舞台劇，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希望大家支持呢一班年輕嘅藝術工作者，請大家購票支持入場，支持佢哋。6月5號至到6月7號，請大家咧可以去到秘書處嗰邊買飛，亦都呼籲大家咧而家即刻打電話俾今日冇嚟到嘅年輕朋友，問下佢哋幾時得閒，現在去買飛請佢哋去睇啦。係啦，聽日我都會去睇嘅，就個購票嘅地方咧就係箭咀嗰度，喺秘書處隔離嗰度啊！希望大家邊個想買聽日，同埋6月5號至6月8號，6月5號到6月7號啊廣場一朵白花，咁啊大家去嗰個箭咀嗰度買得㗎啦。咁後邊嘅朋友咧就可以去銅鑼灣啊，向海邊嗰邊走啊！而家咧開晒馬路俾大家行㗎啦。咁然後中間，如果大家咧後面嘅朋友咧開始比較係疏咧，可以搬鐵馬咧，亦都歡迎大家幫手搬鐵馬嘅。